另外，国际消息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，美国总统 Trump 就职了后，就随签买到80项的行政命令，这当中是包括移民、气候、经济，也有政府的改革。针对这个移民政策呢，伊是来批评拜登，和几百万的犯人，也有精神异常的人入来到美国。另外，伊也来提出巴黎协定，强调会替美国来省美金1兆以上的经费。 美国第47届嘅总统川普第23世就职了后，随着刷到第一资本体育场参加室内嘅就职游行，接受支持者热情嘅欢呼。川普完全无浪费时间，就伫游行宣布工作开始，当场就签废除将近80项拜登政府所执行嘅行政措施，并且讲这废除5分钟之内就会生效。佮批评顶届政府是美国历史上上害政府之一。 川普每签一条铁棍的行政命令，台下支持者就大声拍破公赞。I'm immediately withdrawing from the unfair, one-sided Paris Climate Accord ripoff.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sabotage our own industries while China pollutes with impunity. 川普签完行政命令，叫伊助手向大家讲，提出巴黎协定会欠超过1兆美金，台下又阁是一阵话休。除了气候，川普当刚所签的行政命令，包含移民，甲美国甲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，看作是国家紧急状态。 甲犯罪集团列作是恐怖组织，并且终结任何伫美国领土内出事的人，都是美国公民的法律修正案。那经济方面，全部指示所有各员动用所有权力来打击通货膨胀，并且承诺会向全世界出口美国能源，和美国搁再正做是富裕的国家。伫政府改革方面，川普要求联邦员工结束远距离安排，随恢复专职，转来办公室工作。 Out of control bureaucracy. I will implement immediate regulation freeze, which will stop Biden bureaucrats from continuing to regulate. Most of those bureaucrats are being fired. They're gone. 另外，川普就写大约1500名伫2021年1月7日冲入去美国国会大厦的民众，并且表示希望因当暗地当出来。佮有6名被告的刑期也拢予缩短。毋但安尼，川普也提出世界卫生组织停止资助 WHO 大约18%的总预算，这个决定会互 WHO 面对毋捌拄过的资金压力。公司新闻星路背编译。